運動咧係幫助唔到局部減脂嘅。有好多人啦都會覺得啦，我想瘦邊咧就做邊度，但係咧其實呢個諗法咧係錯嘅。好多媽咪啦以為 sit up 咧其實就可以幫助佢哋收翻個腹，但係啦對於產後嘅媽咪，尤其是產後不久仲未好好修復嘅媽咪嚟講咧，sit up 咧對佢哋嚟講係一個高腹壓嘅動作。因為啦，其實有好多媽咪啦，生完小朋友之後啦，都會有腹直肌分離呢一個問題嘅。咁如果分離之後，你未好好鍛煉翻佢嘅感應同力量，就去做翻一啲高腹壓嘅動作，例如 sit up 嘅話咧，其實咧係不利佢嘅埋合，甚至有機會咧令到佢會再拉開啲嘅。所以咧就可以解釋到點解有啲媽咪咧越做運動咧就會越容易覺得腰痛啦，覺得自己個盤骨咧好似唔係咁穩定咁。真正想收翻個小腹咧，應該先由深層嘅核心肌群開始。例如透過正確嘅呼吸訓練啦，去 activate 翻呢一啲嘅肌群。當你嘅基礎打好咗之後啦，再慢慢進入一啲進階嘅核心動作，咁樣咧先至會真正安全有效咁樣俾你慢慢修復，迎接之後咧更高強度嘅運動，甚至咧做翻一啲產前做開嘅動作運動。